咱今年台南市政府交兰花发展协会办的2022台湾国际蓝展已经圆满成功。咱今年克服天气无好的因素，加疫情的因素，咱今年嘛阁创下足好的成绩。包括咱入来参观的民众超过206655个人。咱未来3年到5档，咱的外销的订单嘛118亿6500万，2档无办这国际蓝展。今年咱农委会、农粮署交兰花协会大家共同支持之下，咱台南市政府办了一场足成功的蓝展。伊兰花展结束了吼，从这花转用来阮台湾市场，继续咱这市场，甲举办这个兰花展。但是啊，这回感觉实在是足水。我觉得这个粉粉的、紫紫的很特别，还有那种糖果的包装，在这个很像一个礼物的感觉。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施政3分钟》。睽违2年，台湾国际蓝展今年重新举办，以线上线下模式同步进行，吸引超过20万人次进场，外销订单更创下超越以往的成绩。此外，展览结束后，也将布展的兰花分送到台南各区重新布置，让台湾兰花产业的效益遍地开花。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次的睽违2年之后，台湾国际蓝展，可以说是大放异彩。那参观的人数破新高，突破20.6万人。然后这个现场的票箱的收入也创新高，突破了1064万。好，然后这个一些周边的商品的这个贩售，也超过300万。但最重要的兰花的接单，这次未来估计在3到5年内突破118亿。之前的记录是100亿，那现在的这个已经突破118亿，所以成长18%。这个展览10天的展览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延续的这个前2年的这个遍地开花。我们把这些展场非常漂亮的兰花，而且还在花期中的兰花，我们就移植到台南市其他许多大的景点，包括机关，包括学校，包括场站，像高铁站，像这个台铁站，还有包括许多人潮聚集的地方，让许多的市民朋友们，也可以借着出入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小型兰展，心情会好很多。是接下来我们后壁兰花生技园区还要由中央跟地方，主要中央接手，来把这个生技园区办得更好，真正把台湾兰花产业带向世界，走向国际杯，然后这个能够再次的大放异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4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住伫咧台南市安南区的郭先生，平时伫咧工厂做工课，有闲地到老爸渔温来帮忙。4月初的时阵，做工课煞不幸来渡水，留落来太太甲3个囡仔。议长郭信良代表议会全拢关心，致敬慰问金，透过政府的资源，互因先渡过难关。37岁住台南市安南区的郭姓，4月初到老爸渔温斗3工，结果意外渡水，留下太太甲3名细汉查某囝。老爸一想到得个目眶红，面对家庭重大变故，议长郭信良、议员王金德、李宗诚以及安南区长等人拢亲自到场关心，致敬家属5万块慰问金。属于孤囝那不幸呢？死亡掉现在3个子女，包括7岁、5岁、2岁。那积极联络呢，除了台南市议会来加以慰问以外，积极联络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做适当的处置。那希望帮这户人家呢渡过难关，也发挥呢台南市议会、台南市政府共同关怀弱势的一种精神，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相互扶持，抛砖引玉。大家共同为这个社会来打拼，希望疫情呢早日来远离。
消局表示，类似这款重大变故，市府除了有紧急生活补助，嘛得为特殊境遇家庭的资源，互因渡过难关。那针对类似的个案，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发生一些紧急生活变故，那其实都可以到申请所谓的特进家庭生活补助的这一块。那我们会提供一些紧急生活补助以及小孩子的生活费的部分来做一些协助。那另外，如果家中有就学的小孩，那我们也会找一些民间资源或者是公部门的一些紧急托育的生活补助费，也是来协助支应这一个小孩子就学的这一块了哈。议会透过慰问，嘛呼吁各界伸出援手，互相扶持。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因应新冠疫情对劳工造成经济冲击，劳动部甲台南市政府伫咧去年推出安心及时上工的计划，提供短期就业机会，而且计划伫咧今年6月底就会结束。对此，议员透过议会劳工计划工作报告，建议市府应该延长。台南市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劳工甲都发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其中伫咧劳工的部分，议员林议员关心去年因为疫情开办的安心上工计划，提供短期的劳工就业机会，一个月上侪80点钟，一点钟160块，一个月上悬补助12800。不过，该计划将伫今年6月底就到期。对此，议员建议是毋是应该来延长？对此，劳工局长回应，会请市长先用第2五比金来应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延，但是他时数是没有调整的话，那可能他有点像是说他的受众是扩大了。但是对于原本这些正在受这个计划帮助的这一些民众，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照顾到。那我们台南市这边在中央还没有相关的明确的指引出来之前，我们有没有先做一些准备？事实上，可能议员你要担心的，可能这个计划是说，如果这个计划有延1年，但是他已经服务满1年，已经操作会，可能这些人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这个可能我们要跟中央反映说，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一开始疫情之下影响最大、最弱势的一块。那所以如果未来延了，但是他们却不是适用，被限制到，对，这个可能我们要跟中央来反映有这个实际面。那目前我们台南除了跟中央反映，我看我们不能什么凡事都等中央嘛。这一部分就是我跟有人知道，我们每一年大概市长都蛮关心的，会启动我们的第2预备金来做这样没有跟他连在一起的计划一样即时上工。那我们这2跟研包，我们这2年都事先由第2预备金的动用，但是最后再跟卫生局合作，我们再跟卫福部申请补助，所以等于是我们这2年都有动用我们自己先起步，先动用第2预备金，但是最后卫福部又补助我们，等于是相抵回来，所以无形之中是我们都先走第1步，由我们市政府自动这样做。议员，你这样就是我们台南版本的自己也有准备好这样。对。同款劳工的部分，还佫有议员关心外籍移工的问题，因为外关市有大量的移工确诊，造成工厂全部要做 PCR 的检验。对此，议员王家珍关心外籍移工的疫苗施打率。对此，劳工局长回应，拢有要求工厂的业者来督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咧台江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城西红枫林，面积大约伫100公顷，是台南市上大的红枫林。因为范围真大，无人管制。如果若无小心发生火灾，可能会造成树林大火，破坏生态。因此，议员郭清华上午邀集相关的单位来会谈，探讨要安怎来保护这地生态保护区。台江国家公园城西红枫林，这几年来传出几间的火警。上严重的连续3暝3日，烧掉10几公顷的木麻黄树林。对此，议员郭清华上午邀集相关单位召开记者会，做伙探讨如何保护这块生态保护区。热天到啊，热天到的时阵咱遐管制无足阻延无足阻延的时阵咧有当时拢有一寡人入去内底可能无小心啦咱嘛毋敢讲伊雕工引火啦就是无小心无小心咧有当时造成迄个火灾造成火灾的时阵咧
有当时啊，伫第一时间啦吼，负责任的单位吼，到底吼是啥吼啊？恁是爱负起什么款责任啦吼？这个有当时啊，潜力规则吼的时阵，我有当时啊，今仔接这个记者会吼，来做一个厘清啦吼。我是安尼啦吼，我是安尼建议啦吼，建议遐应该吼，咱唔通开放，咱唔通开放，咱应该吼爱有一个迄个保护吼一个措施啦。会中与会包括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市府环保、消防甲农业等单位，以及防洪拿主管单位林务局、家己林管处，嘛拢派人来出席。为城西焚化炉靠近防洪拿，环保局长回应，平时会来加强焚化炉周边的防火措施。至于保安拿的部分，林务局回应，因为目前调开放山林的政策，现场并无对人员的管制，但会派人来加强巡查。焚化厂本身它就有自己单独的这个消防系统，所以掩埋场跟焚化厂目前看起来最起码一些相关的配套我们都已经先做了。那因为紧邻着那个防风林，那防风林倘若防风林有什么状况的话，确实也有可能会波及到掩埋场跟焚化厂。所以刚刚议员有建议叫做说防风林这边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管制，或是说什么样的一些防护措施哈？那这个部分在林务局也好，或是那个台江国家公园这边，假设有相关的措施的话，我们环保局一定会配合。本来森林火灾就是在救灾防治法里面的一个灾害，那我们农委会本来就有设置一个森林火灾的防救计划的一个机制。那我们每年在这个火灾这个之前，我们有一个准备的工课，那我有准备好势。然后中央发生火灾的时阵，我就是依据我们救灾的应变的一个措施，然后来执行灭火。然后如果灭火完之后，伊遮的林木小区的林木，阮会搁去做林来甲伊复旧。最后，议员嘛要求，除了会将森林大火列为重大的灾变事故，另外建议相关单位伫个防洪拿出入口应该设立警告牌，嘛请就近的海巡署、安检所用个加强来巡逻。对着树林中的防火巷路边的水池，嘛建议应该尽量为消防的水池作为消防的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长会体为着要避免5月雨季来临的时阵，因为河道甲道路的切沟未通，造成重水的威胁。市长特别前往茶头港溪附近了解相关的清扫作业进度。会中嘛肯定环保局家己研发适合的器具，和清扫的过程更有效率。因应5月风盛期将要来临，市长委托专工到永康甲北区交界茶楼港溪附近了解相关清扫作业。会中水利局长表示，4月底进前将完成河川排水96%，达到42万9000外公尺目标。另外，环保局伫道路切沟部分，目前已经完成53万外公尺，达成目标。市长嘛专程了解环保局家己所研发适合消毒安涂优待器具，参照以下上类似件同款的方式来清水沟，有效佮快速。汛期快到了，我们防疫很重要，但是防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水利局跟环保局他们清沟的作业，还有清排水沟的作业，让这个民众因为沟渠比较畅通，所以能够发挥这个沟渠的效果跟排水的效果避免汛期来临的时候造成积淹水，造成民众生活的不便。这是今天来特别视察的主要目的，也特别谢谢议会他们帮忙我们的清沟费用从来没有被删减的这个部分也谢谢大家一起来为台南的安全而努力。包括很多内视镜的器材跟那个是不是？那个全部都是环保局他们自行研发的如果他们要去外面制作，那很贵，既省钱又好用。城市的河道甲水沟的参照人体血管同款，拢需要定期来清扫，避免塌条的雨季一来水流袂赴透，造成无必要的重水。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咱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台南市响应集团永续的市政方向，集团校园的标准认证制度已经来到第9档。27岁上午，伫咧沙仑日林科技中心来举办颁奖的活动，由台南市长黄惠铁亲自表扬通过认证的学校，鼓励学校继续推动集团校园来努力。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考验，台南市为着要打造集团永续发展的方向，设立集团校园的标准认证制度。27岁上午，伫咧沙仑日林科技的中心举办示范校园的标准认证颁奖典礼。台南市长会铁亲自到现场颁奖通过认证的学校，奖励学校继续为着集团校园来努力，共同往净零排放的目标来向前行。对我们全台南市有4个学校获得这个5个标章这个节能减碳校园5个标章的一个颁奖。那其实台南市在推动绿能方面是不遗余力。那但是特别是在学校的方面，我们台南市的学校的像最近开始实施班班有冷气这冷气的电源从哪里来？台南市93%的学校的屋顶都已经有装置光电板了，然后现在又推动大概有90个学校有90座光电风雨球场，让孩子可以在这个没有顾虑的不会很热，然后又可以不担心下雨，晚上又可以打球的这个球场里面来这个运动。那另外呢，我们有48座的光电车棚，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节能减碳，每年可以节省8.1万吨的2氧化碳排放。那还有多余的电力可以这个回收给学校，回收给台电有多余的电力可以回收给台电。那这个是这样子，对学校的节能减碳很有帮助，也推动绿色能源也很有帮助。那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说，在学校里面，孩子可以有一些学校给孩子一些教育，对于绿色能源，对于这个减少用电，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我觉得其实这样对于孩子将来成长出社会之后，一定会很有帮助。因为全台湾现在人均的耗电量在全世界来讲是名列前茅的，每个人每年的使用的电量是在全世界来讲是排很前面的，因为我们的电价是全世界来讲是最便宜的前几名，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大家对于节约用电、减少能源消费、减少碳足迹这方面，从学校老师的言教、身教，一直到孩子的受教，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带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保育地球、爱护环境的概念。透过学校做伙分享集团校园经营的理念，也有 SDGs 的永续发展目标。希望老师甲学生会当更清楚了解国际的方向，佮有永续发展的重要性。嘛，互台南市的市民朋友会当了解节能减碳的重要，培养大家历史意识，共同往2050年净零排放来努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电子产品的流行，嘛，互囡仔提早接触到手机甲电脑，自细汉就增加目睭的负担。为着要提醒学生一定要重视目睭保健的观念，教育局结合红仔戏团巡回校园的宣导，为大家视力健康把关。这摆虎城插头红仔剧团特别打造大型的布袋戏红仔，用古锥活泼造型加丰富的声音表情来吸引学生眼光。但因为现在囡仔提早使用手机加电脑，佮近距离接触，容易影响目睭，所以教育局甲剧团合作，巡回台南市国小15场处，26号来到义在国小。用千里眼、马祖等种型的角色来宣导目睭保健的重要性。我明明有听到有人伫看到救人的声音，我这个大耳仔听甲一清二楚啊！我嘛唔知呢，为什么我目睭会安尼呢？不管他啦，咱今日准备，等用咱的功夫来海面上，看到底发生什么种的代志，行来去。若是看电视看30分钟，爱休困10分钟，会记得食红菜头。我回去了会
叫阮阿母买红菜头给我吃。要多运动，要让眼睛休息10分钟。透过这个偶戏的一个表演哦，好让囡仔当定义讲从这个戏剧当中去了解这个视力保健的重要，眼睛是灵魂之窗我想通过戏剧的演出寓教于乐让我们的孩子这个对于视力保健这个区块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另外呢，我感觉真特别的就是专程用咱的母语咱的台语来做一个演出，我想这对咱本土教育的这个推展落实在这个生活上。但是学园的健康促进课程结合本土教育的宣导以后，以学生的视力为例，不良的比率国中72.5%，国小43.9%，拢比全国的平均较低。当然嘛，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定期追踪，守护健康。台湾新闻军职何秋邦采访报道。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的高楼自推出艺文展览区以后，就真受大家欢迎。自今仔日开始到6月底，有林秋红老师的油菜国展，画出35幅大台南自然的景色，嘛，互来参观的民众伫咧紧张的疫情当中，感受到放松的心情。热爱大自然的林秋红，这摆画作的主题就是拢来自大台南各地风景名胜，用油画来呈现艺术的水，相当逼真。林秋红参加台南市美术学会等侪画会，所以受邀请伫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的展览头一天，伊嘛亲自导览，请侪画会好朋友来捧场，认为欣赏伊的画作，伫严重的疫情当中，参出来到大自然环境。会当放松疗愈。林秋红老师的作品，真的非常的疗愈哈。那他是到各地去写生，那从他的画作当中，等于你到那个环境哈去游览一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心情非常愉快。尤其现在疫情期间，到外面去走一走，没办法到外面去走，但是我们看他的画，就好像到那个地方游览一番。是非常好的，欢迎大家来参观，是非常好的作品。这个画风它是有写实跟写意的创作方法。那我之所以喜欢画画，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带给欣赏者，在欣赏之下心旷神怡，身心非常的疗愈，然后又非常喜爱这一种艺术的美感，也希望这些景色能够大家欣赏之下，还可以当地去欣赏，造就每一个地方的观光业的繁荣。在日伫公告笔电协助的林秋红，即摆伫南区国税局以缤纷艺彩为主题，展出35幅的作品，将一直展到6月27。欢迎所有朋友来欣赏，嘛感受画作所呈现的生命力。台湾新闻军职何秋邦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7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刘品言，咱再会。